主，你已经检查了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我的主，你起初已认识我心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。我舌头相比，你没有一句话不知道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安守在我身上。我可以往哪里逃，也不可能躲避你的灵。你的至高是我永远不能及，无可彻透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共读的是诗篇139章1到24节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谢谢你让我们每一天早晨都能够将时间分别出来熟读你的话语。主啊，祈求你让我们在今天熟读你的话语之后，我们都能够有更多的领受，并且能够开启我们美好的一天。让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，也祈求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有更多的得着。以上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诗篇139篇是一首大卫的诗，在这首诗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大卫的心中是无所不在的，每一个细小的心思意念，上帝他都知晓。而上帝也在这过程当中呢，让大卫看到了上帝是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，并且让大卫更加的愿意降服在上帝当中。以下我们一起来读这首诗。上主啊，你洞察我，你认识我，我的一举一动你都知道，从遥远地方你也晓得我的心思，我工作或休息你都看见，你知道我的所作所为。我没有开口，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。你前后左右环绕着我，你用你的能力庇护我。你对我的认识高深莫测，不是我所能理解。我往哪里去才能躲开你呢？我到哪里去才能逃避你呢？我上了天，你一定在那里；我潜伏阴间，你在那里。我纵使飞往日出的东方，或住在西方的海极，你一定在那里带领我，你会在那里帮助我。我可以要求黑暗遮蔽我，或要求周围的亮光变成黑暗，但对你来说，黑暗不算黑暗，黑夜跟白昼一样光亮，黑暗和光明都是一样。我的五脏六腑是你所造，在母腹中你把我凑合起来。我颂赞你，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非凡，我心里深深领会。我在母腹中被塑造，在隐秘中逐渐长大，骨骼怎样成型你都知道。我出生以前你已经看见了我，那为我安排尚未来到的日子都已经记录在你的册上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多么深奥，你的心思多得难以数算。我要是数算比海沙还多，纵使数算到底，我仍然跟你在一起。上帝啊，我多么期望你杀灭邪恶的人，我多么希望凶暴的人离开我。他们开口亵渎你，他们说邪恶的话冒犯你。上主啊，我多么恨恶憎恨你的人，我多么厌恶背叛你的人。我深深恨恶他们，我把他们当作仇敌。上帝啊，求你查验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求你考验我，洞悉我的心思，求你看看我有没有狂妄的思想，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在第1节至第6节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上帝在诗人心中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晓的。他知道我们的每一个想法，甚至话都还没有说出口，就已经明白我们的念头。无论我们工作或休息，他都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。上帝对我们的认识比我们想象的深，许多时候真的让人很难理解上帝的奥妙。
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稍微思想一下，上帝是这么的认识我们，而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呢？在生活中，如果我们足够认识一个人，我们便会知道这个人的喜好，以及这个人憎恨的事。而身为朋友的我们，相信也会特别留意，尽量别去踩到地雷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也足够认识上帝，我们便会知道更多上帝喜悦的事，而使自己的行为举止更加的蒙神喜悦，让自己更成为一位合神心意的人。在第7节至第12节中，诗人认知到上帝的奥妙后，却想逃得更远。这样的感觉似乎有点像在生活中，你觉得你没有做好你该做的事，而这样的情况中，可能会出现想要逃避你的主管、你的老师、你的父母的状况。即便有时你认为他们是对的，但却因为自己没有做好而出现想逃避的行为。而诗人在这几节也深知自己的不完全，所以想躲避上帝。但无论到哪里，上帝仍然找得到诗人，与诗人同在。因为对上帝而言，上帝看重的是一份悔改且愿意的心。弟兄姐妹们，或许在生活中，我们都曾做过不讨神喜悦的事，或不属乎神的心思意念想法。而上帝他鉴察我们，所以他也深知我们的软弱。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归向神，黑暗的地方也不再黑暗，因为上帝必会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有上帝在的地方都会是光明的。在第13节至第18节中，上帝在诗人还没被创造出来，在母腹中时就已经认识他了。因为上帝是创造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受造物。他深知我们的一切，连我们的头发有几根他都数算过，也因此我们的未来也在上帝的手中。上帝对每个人都有他的计划。或许在人生数十年之中，有时会对生活感到迷惘，甚至不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。但上帝把他的每个受造物都看作宝贝，我们可以用一生的时间来经历上帝，数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就如同诗人所说的，上帝的心思多得难以数算，比海沙还多，但也要有属灵的洞察力辨识。因此，操练自己在信仰中感受到神的存在，会让自己更看见神创造自己的价值，也会让自己在信仰中有更大的突破。在最后19节到24节中，诗人向上帝呼求，希望上帝能够消灭他的仇敌。仇敌说了许多亵渎上帝的话，冒犯上帝的话，诗人恨不得这些残暴的人消失在世界上。但也因诗人敬畏上帝，因此纵使他的自我有这些想法，但他仍然在向上帝诉说的同时，也祈求上帝查验他的心思意念，是否这些想法太过于狂妄，而不讨神的喜悦，并求神引导他前方的道路进入永生。生活中，我们在遇到压制我们和我们立场对立的人时，难免也会有些怒气。这时，除了将我们的困难告诉上帝外，也要请求神给予我们智慧，让我们在处理危机时，仍然走在神的心意当中，蒙神喜悦，才能一步步地走在永生的道路上。诗篇139篇是一首十分优美细腻的诗歌，我们能从经文诗词中看见大卫与神的关系逐步发展的历程。他深知自己无法逃遁于上帝，也深知他在上帝面前是无可隐藏的。因此大卫呼求上帝，求上帝鉴察他的心思意念，并且试炼他。他甘愿为上帝所鉴察，让他可以被修正，好能一生走在上帝的道上。大卫蒙神喜悦，是因为他知道神看重人的心思意念，所以他求神洁净他的心思意念。我们也要起来对付生命的心思意念。今天的经文信息让我们可以深刻的反思，我们是否明白自己受造的目的？我们是否不再逃避主的心意，而甘愿被他接管，走在他永恒的计划之中？最后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我们的生命由你而出，我们是你精心受造的。
你对我们有上好的计划，求主帮助我们不再逃躲，也不再悖逆，而能主动选择拯救你的心意，好叫我们受造的目的得以成全。除去我们心里一切的小心怀疑，求主帮助我们确实的知道你是时刻与我们同在。求你赐下这般信心，并且以你的心意带领我们活出美好。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你从深处知道我的意念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，你从深处知道我的意念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我舌头像笛，你没有一句话不知道，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安守在我身上。我可以往哪里逃，也不可能躲避你的灵，你的至高是我永远不能及，不可彻透的。你的至高是我永远不能及。